台南市议会建设委员会为了了解明华园进驻台南市纪念馆的进度，2月3号上午伫召集人李宗仁的号召，包括委员会成员沈振东、林美燕以及东区的议员蔡小薇、议员王家珍甲詹培刚的助理，嘛拢实地前往会勘。会中有着管理机关市府文化局、甲委外经营的执行单位嘉裕国际来做简报。该计划案对民国109年签约，一直到去年6月完成点交。期间经过耐震的补强，预计今年8月完工，10月要来正式营运。就不知道它里面坏在哪里。跳了较早也是头较大心，无法度跳了就是爱做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。我们看到这个天花板有很多漏水的地方，那拆掉之后才能知道要从哪里补强，从哪里去弄。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给明华园最大的支持，然后让他们真的在台南真正回归到他以往在这里重新的发展，然后再回到这里落地生根，也让台南的整个传统戏剧可以因为他们的加入，我想台南这整个歌仔戏应该再从台南出发。这边又开始就是可以传承了，对，把这个文化继续传承下去。我们也希望说它就是一个培育的基地。上一个会期，议员们都很关心，一直担心这边会变成文字馆，那也很开心你们愿意投资，然后来进驻，特别是在东区这个区块，因为东区其实是文教区，那有很多这个不管是国中小还有成大周边学区的部分，其实第一个应该是说，真的学校未来的结合啦，更希望是说，针对舞蹈科班的也好，不一定是在东区，进学国小或是复兴国小，他们有舞蹈班的部分，因为毕竟有接触过这种肢体课程的话，他再来接触我们的这个歌仔戏，可能他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。那另外也希望说，在学校的社团，我们也可以加强的一个互动我们明华园在台南创堂的时间是农历的10月1号，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在工程可以赶上。来得及吗？这样会来得及吗？我们就尽量，一定要尽量的，我们要努力，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因为4-5是一个团队啦，是，不要各自为政啦。如果你今天碰到哪个技术有问题的话，应该就是要站出来。整个整建工程伫今年2月6号开工，预计半年来完工。现场明华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林振峰嘛表示，因为明华园伫农历10月来创团，希望结合今年创团94周年的活动，该馆会用伫10月来正式营运。未来朝向展演、传承加文创艺术馆来经营。立会中委员会嘛建议主办单位伫时间期间要做好环境的管理甲维护。另外嘛，希望嘉裕国际会用量早提出营运的计划书，并且监督来规划开幕的活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